讲到这，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立委是提出台湾未来户头的草案，由政府甲爸母斗阵来替囡仔来欠这未来资金。伫咧囡仔18岁时，上济就会当领超过50万。不过，这民进党立委甲卫福部拢积极讲，这项政策恐惊会增加财政的负担，嘛害这好野山的差距是愈差愈济。 囡仔愈生愈少，经济负担是一大原因。为着要解决问题，在野党提出替囡仔设立台湾未来户头的概念。南北立委也伫立法院提案，规划伫囡仔出世了后，政府会当先伫咧口座内底欠5万，了后逐当搁欠1万块，用长期性的投资，预估伫咧18岁时会当领33万。若是过程中家长也有相对半钱入去，口座金额会当超过50万。 这部台湾未来账户就是用制度化去资产的支持，减轻育儿的负担。从孩子的出生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一起就来投资国家未来的竞争力。8日立法院社权委员会咧讨论这个草案，有民进党立委质疑讲，若是照南北立委所讲的，爸母也会当家己提拨愈多，囡仔成年的第一桶金钱就愈悬，才会变相讲造成好野善家愈差愈大。是不是会是又是打造一个社会不公的一个温床？你要知道，有钱的人你请他储蓄哈，这个是一个好事哈；没有钱的人，你让他去储蓄哈。 这是一个罪恶。卫福部也指出，政府的资源有限，福利政策应该要做的是把预算留给弱势家庭的囡仔。你的爸妈因为在台积电，或者说在这个高所得，还有国家还要给你这个开户金，我是觉得恐怕会有复制目前现有的贫富差距。咱不是干那有台积电啊，各有这个高科技，咱嘛有真侪迄个工苦人。 这正是咱正爱甲照顾的。卫福部补充，政府对2017年开始，已经有针对弱势家庭的囡仔推动离校未来教育发展户头，每一户弱势囡仔伫18岁时会当欠54万。政策推动8档，已经帮助4万名的囡仔。卫福部希望甲预算留予需要帮助的囡仔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